也那這超大水河直播的苗栗是已經有幾兩大淹水，苗栗市新東大橋的地下道是半暝就開始咧淹。強經理這地勢較低的所在，有這黃土水灌入人家厝，山區毛土就放落來，市府已經成立應變中心。因為煩惱這水崩山勢引起災情，苗栗泰安過道停班停課。造橋火車站附近路路的溪水，捌淹過橋面。另外一邊大水淹過遊覽車的車鏈，也有一台休旅車，有一半車身浸佇水內。清明連假第二日，苗栗縣出現大水河，真儕所在為初時早起開始傳出淹水災害。佇苗栗市新東大橋地下道為半暝開始淹水，有2台車誤入淹到車頂，好佳在車內的人已經事先走出來。苗栗市田寮圳的水平已經比大路也較懸。另外，在苗栗市強經理地勢較低地區，有民家予大量土沙水沖入，家區全攏浸佇水內。苗栗市長透早去勘災，各種受災戶先安置佇飯店。我們有一些社工會去來做一些後續的協助。那我們等天氣好的時候，我們一些相關的這個政府的資源會進來協助。位於後龍鎮的高鐵苗栗站4號位，也是淹水重災區，包括客家園樓的規個範圍內的道路停車場全攏浸佇水內。等大水退去了後，流落來都是高高的一沿落瓦煤，車攏愛是路行，也毋過有固定路線公車都互卡掉的，我都真緊。到這邊來了，哇！後龍鎮的災害也毋那一個，一間汽車修理保養廠水捌淹到50公分，廠內的汽車甲保養機具攏浸着水，情況慘重。整晚樓下。因為是那匝道沒開呀，搞到這樣子呀。苗栗山區也有土石崩落情形，包括苗21線、124線、124一線，攏有幾啊條道路中斷。苗栗縣府目前已經開設二級水災災害應變中心，甲各公所同步啟動應變機制，佮調派抽水機趕去各淹水地區搶救。記者綜合報道。